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財富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6年嘅5月27號。今次我哋將會討論3個主要問題。第一係美國利率，我哋相信因為企業同埋消費者都面臨價格上升壓力，市場預期利率喺2026年好大機會維持穩定，甚至有潛在嘅加息傾向。第二係分散股票同埋人工智能投資。即使市場繼續擔心有 AI 泡沫，但係第一季盈利反映咗企業價值已經同提升生產力嘅 AI 策略掛鈎，所以投資組合想擺脫 AI 其實係一個挑戰。第三係債券喺投資組合嘅角色，債市嘅波動性顯著高過股市，減低咗債券可以穩定投資組合嘅作用，所以喺策略上面建議低配較長存續期嘅債券。我哋認為可以留意專注喺運算、晶圓代工、記憶體同埋雲端領域嘅 AI 供應鏈，同埋受惠 AI 生態系統嘅行業，包括能源、工業同埋資訊科技系統領域等等。今次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